后来为半暝3点开始到早起7点半，花莲地区发生着15届的有感的地震，其中2届的规模是达到5.4。气象局来研判有双主震、双主震的趋势，因为震央的所在地花莲的秀峰乡，正就是属于地震较频繁活动的地区，所以气象局嘛来提醒着民众，未来1礼拜要注意余震。花莲日昨地震无偌久，花莲丰滨乡真出名的一个景点叫双心石雕，雄雄就断去，感觉是地震造成的。乡公所赶紧有封锁线，因为过段工透早6点外，花莲又搁地震，市区的震度有到4级，连邮局边仔这个店面壁顶有泰路落落来，加在无人受伤。连续地震和东部乡亲海未停，加算算的这2天上少发生15摆地震。为昨透早3点开始，先有规模3.3到4.2的2摆地震，续来昨暝7点24分，规模5.4的主震出现了后，陆续又搁发生9摆余震，到今日早起6点11分出现2摆余震，规模拢有超过3。这个地震序列，目前我们还不确定哈。它是不是双主震哈？但是有双主震的趋势。这个余震我们估计应该还会持续一周左右。地震加上落雨，可能和土会较松软，影响地震。专家讲，主震可能在4月份就发生啊。这些整个这一群的地震都可以看成是4月18号那个规模6.2的余震。它并没有规定说余震是一定要1个月、2个月还是几个月，它有时候可以持续蛮长的时间了。未来1礼拜甚至半个月，恐惊会拢有地震，尤其是住伫东部乡亲，可能要提高警觉。